那么现在呢，你是申请到苏州去，向老年人徐水月请教过。哎呦，徐水同志嘛，老年人的话，哎，对对对，现在叫小老太婆。哎，现在叫郑老太婆。哦，现在郑老太太。哦，这位趁此火车了，赶到上海来。哦，来参观我们的头把节目。那么老听康大家在了解了，徐水月已经有20多年离开了上海，风雨吃苦子。今朝里赶到该大地来拜年呢，我们特地要求请徐水月同志，当我们来表演一段三下，大家再认。哦，这个好吃了。那么徐水月呢，那个首相的角色就是个捉猪赛了，这个捉猪赛是绝对活弄我一个。那么哪里位主角？捉猪赛到冯正明旁队。哦，搿段是精彩的，叫冯。那么现在就请徐水月同志来演出。来，请看。同志们，我离开上海啊，已经整整18年了。那么今朝呢，我特地赶到上海来。一方面呢，我原来是头把；二方面呢，当观众做运动，新春身体健。那么有啥个地方呢？因为我年纪大在，年龄轻轻，上支付来唱不动在，所以我才11头把。只三大份证明，两高头绑对，就是分作相位，最了啦苏州地方，中市里有一定各家米浪乡有知不二人，本是啥人？就是苏州之做知赛，做知赛上哪一张面孔？俺哥们冲改两条大锅米嘛，一上白金嘛，俺家是对起眼，把你都把着别拍一张通大的空浪向啊，满面胡子，而且连病的胡子总是这个，但是你个大人不上的，这个来去做子，半夜对浪向夸他一记个，大理这是好好。这个角色呢，就是眼睛，这两只眼睛要对，但是对起眼上里，对子啊，不能浮动，对了啦浮动比死特个是，这样是，那么不晓得不能一动就要不对，能别呀离得里也要动，也这个来别哦，哦吼。下风烈士得来皆非功夫，哎，小王出去子不在于小息人风，想不得谁拉高脚米浪下，受狼人之力讲出来，说了让龙殿镇互相扶理，我得到这个消息。我倒要去口子分证明，各自里一道去龙殿出下，做动跟我来呀！这么真切，你了老爷口分证明了那个米西起来，为当一。一曲高雅风云兮，好叫我分真明，去不门杀神。天生人好像老人，老文那多罗大哈老主在哪里？老文啊，老主，哈
到此结束。那么下头呢是今天的唱诗人知识进来是啊，哦哟，可是这两三今天是大高兴的刮了送菜，唱了老师的好听。可今天知识进来是啊，今天呢因为身体呢病了一点不大好，所以3月份演出在。对个。那么今天是啥？今天是人心清扬，你是头发，所以你那新干菜你们随便哪也够得来，还要参加一次节目看。我那口娘里打针给打正家个大门。咱面孔一直闪兮兮，开心，自然和不拢了还。哎，唐老师啊，哎，你别口里现在不开心啊？哪了？马上要接你3副了个。为啥了？啊，为啥了？你想让陈秀要一走过，走之过要来石头里到底10个10里面，你别写不出来。那个句把我弄错他了，还是？哪了？你一句我搞出了3桩事体。哪搞出3桩事体？第一点，知识定没法实力的。第二点呢，陈希望分做些个官。第3章嘛，陈希望分石头些个知识群。我就对个，把那个车队背得来那个，我是李代替呀。那个我分析清爽。那我也想讲，今朝里要来演出一个节目，是争取他里向里背一个姑娘。方清多姑娘。哎，那么陈希我们一个方清。对个。石伟军呢，背一个舞队。他是实力的。对。那么这个3个人。那么阿子让来想呢，方清走之过，哎呀，石头姑娘到底实力不实力嘛？所以呢，各位师呢就是要看看，哎，那么个姑娘到底呢，他们也不吃个这了。对。上来我方清李代才眼睛说着。那么现在是请知识群、陈希友、石伟军3位同志来演出吧。我你大家欢迎。哎。实力姑娘沈夫人听见方清今朝来，上来到你做官。一门叫啥？非得5分钟，连到虽然都不拉讲，你的鼻子最高我差到这个大事，做你的，这个穷居们我老早看死你，就算就是会喊，为什么3个口香？你想那还有福气做官呢？不要么说，但是我能弄这样子啊，因为当你配置亲子呀，你别叫么能跟你吃口，跟我拿说的你。这个分走过日说客气，让我搬出去拉婚。哎呦，这下美！当初的邻居辰光，让我们的发个誓啊，是不走过，不打自闭堂，不进我姑娘，吃饭别自家，哪还有张面孔来呢？啊，会走之过在，因为从今我实力之力了，所以吃饭拜这个大事呢，拜谁个家？哎。这张机子打不可不帮，再想你到底面上面懂我不晓得，本人家说给我听，说来之言不能作证，让我自家去看一看到底那哈。对，注定你的嘛，大致东北吹出2个新花队是你周玉生，出手大紫皮堂闭门背门，要进到那门缝缝里向张。山高头的那忙中傲视张嘛，就说这个东北舞团眼光上眼光，把你一看没看出来着。哎呀，穷居大事高个，做主顾在，妇人非出去吃口头啊，提醒上里。喂，夫人，叫小舞团看啊，穷居做主顾在。哇，做主顾在，怎样？你看得出怪还做主顾在哇？地浪向吹起下来还张，吹起的方青年是丁心如刚。现在听见东北道里做官们心里带劲，我说：“喂，东北，在哪？你那个地啥？哎呀呀，做主顾在哇！你哪晓得做主顾在家？看得出怪？哪看得出家？你看呀，走2步路，的个四方步，我跑步步等你来要一样的，做主顾在。不对的，那不对？你来要做主顾叫我跑了方步，你说了，你但是要，但是西上步，刚到对上，天人天将，这个叫不顾不为，分做过来，不顾不为。不对，谁就是得来个辰光面孔稀稀瘦，拉拉黄。你现在看，非头的胖了装不不，3个月正肉了不后，辛苦体胖，顺发财发，做只骨子。对个，那不对？一个胖美名堂的呀，啥名堂？这要鼓的一个寨子。要鼓的
这个这字啥意思的？怕一直看不来，一直怕。说不得讲。口得出个你口口。谁知是得来个辰光啊，我头还出一点皮带色。今朝马上去你口口，红光眼，紫气腾腾，得发手指骨。不对该，你是微光飞船，这么也分子骨。你哪道理做的财不灵个的？我们看这只骨在，走顶着。好了，别张着。我分出清楚是口里凡是啥个名堂讲，一个是你做过，一个别讲。我听至少你喊。本来我到每天上班都叽里喳啦弄得我糊里糊涂，你们不要声张，等我自己开来。那么夫人，你自家看吧，你再看。我眼光这个病都好，我来看。哎呦，神奇的啦！今朝东北的伟大的放晴的确得从西大不相同。他们没否认，吉他应用狗配神戏。你看他们还不低个黑树腿，不像那么不低的手心飞落一样。他眉目聚首风俗气，身在两臂心上，可你举止运动一路不怕，不讲别讲。组织姑在，那么得跟我连着了眼睛，我组织姑哪里？啊，说的出去拍马屁哎，白个。哎呀，妹，为啥么？死的人的心实在活不够。想想取这个我的还有的，非了一个神奇长出来的家，组织的是寓意长得是干来迷惑我，让我上当，个我啥讲不得。不过你福州过哪会得来个呢？哦，阿为这个能来个，不要他们偷得我家财，又收不回，痴心的妄想来捉动我身。你到姑们分州想得起来，一下做自家搿只几子不可不帮啊！搿么加上来放清在，你组织过来，让我弄一句话，你不要我要我不来得来。你是门扎走进，不等不及，今朝当要霸党，别自家别自家让我弄是，哼，不对了，想过人家虚想。人民我不家儿子，我人员们养那个贵重两兵，他若他们不计进配送地去，哪怕是那女婿思量若无个班，莫怪我是小心可以的恶狗娘，我也与你烈烈轰轰哪一山，哪怕凶名生的是必开屏山。我老婚不对们，小不然王世王出女吧，第张娘家斗特，没啥大不了，来往太太。
是你拉水的拉水个，只一当兵出去。丫头们啊，师娘，手把为香，是我出来啊，夫人出来呀！你这可娘，那小水上出去家，不然吹更多吹出去啊！等会，不然你哎呀，你呀，把到马上来。把胆子出去，没害完，那还办法？我们是有的想，我这样妹子统统害得给的，害得嘞。那么关家里多3个对3个，2个对2个，2个对2个，3个对3个，一对一对抱着胆子出去。那么出去到口之里喊个，夫人出来早，两旁边一里，第2队再跟出去，搿来人家都抱上。啊，想吃为啥吃出去？根本没喊。崔知官叫来了让神夫人啊，少人不够这样子哇。要进入乌头统统海是大人工10不对乌头，门前一对乌头年纪定轻，一个13岁，一个12岁半。说娘娘还我10头才分汤听了海了。夫人出来还不力气，还夫人吃一个。什么一对乌头年纪定大，一个78岁，一个82岁，自家要跪下来夸赞我夫人出来早。等到一对一对喊出来，夫人出来呀！夫人出来。介绍这个辰光，方清听得没清爽。方清等至半日上，我今朝李中山牛坊七上人后，组织过到此地，为少道士当杯，水碰雨动几杯。谁是要进来姑娘出奇心开心？乃谁三女拿我势力，今朝我来报仇。现在看见乌头来在，大概姑娘来在，要进搭上来认在一看，是乌头，不是姑娘。再一看，还是乌头；还一看，也是乌头。一看看见最高10不对乌头。哦哟，今朝势利人神心八地爬上帮我看看。再有马门人出来的，身体对了对，对了对，两旁边2个乌头财务之郎出来嘛，话当中一中大刺，要进上来认罪。啊，公某大人。向小主金宝势力及这位已决的了，即要对对对纷纷御用奏议，花度尽错，狗配之际，名物的背上举止英勇，大家体通，令人十分寂寞。小主金宝与力了，嘎子十足，这当分口见。丫头们啊，是夫人。我们到了什么所在了？紫薇堂子呀，紫薇堂。紫薇堂是人家内有生子，哪里来这郎有西东蓬莱道长？当时我夫人的去了啊！哎呀，夫人啊，说哥哥你娘夫人得个差。哎呀，我是身大富有啊！不是不人话，就是谁走要让给他学个5把高子个放咖喱哇！我的也是的呀，放清穷得了面子上把鼻子咖喱在，叫你放咖喱。我把你这个欺压的，就像我家。这样一位惊天动地、海外之代，神风破浪、喜庆扬名，是大娃的杀意，被家子的公子官将，后不早许通报。早许通报了嘛，周夫人的可以这项规矩，事件之怒者，吓得被你们所怒。不知在与大周夫人的送父起兵了啊！哎呀，夫人啊，你俺还管你叫，该你们那认得你家是该？怎么不认识了？哎呀，你自个三娘，你谁周子得来是个虽然相公，1起3年比这个大事先生，那么你到回去3年比个后堂，再去3年比个干活子，还叫我去认得你呀？我问不是俺喊眼光，我称谁是错怪你们了？搿代滋味真好，比这14品上当搿得还要紧。照这样说来嘛，你总算是我那12把了啊！12吧12是吧？你说总算个？哎呀，老脱了海了。搿只势力嘛，子头已经没那样了海了。谁知我去再说，等些寻上来。现在规矩程序不完了。公母大人，请居中让座，用一杯白请君。不该当，是你大贵人一杯啊！哎呦，那等我啊！
你要等我是不客气，我要次来着，所以方请冷笑一声。这个东西要写得多嘛，很明白。有什么好写？想我非笑必敌，只想你公某大人。想我后来，相信你西周接到适当的时节，与义宣下来，大为接到阵仗，不能阵仗，贫穷富贵。预备应当下为kri亲经爱，想你公某大人10多年，不到后来老祖宗文让祭扫坟墓，把祖先的遗训放出的干干净净，令人气不好想。我有个我到结婚了还哇？这里面有啥大不了？用把我祖宗的遗训都记出来，那我祖宗来喊单哦，跟那几只祖宗保卫出来让我当你可能夸住啊！你别弄错啊！我是当你客气呀，是谁不起那个对呀？非要是那个种比较最好的子，谁是你打大水龙好噻，亲自扎皮时来当客的嘛，这样谁得起？你也看让你看，总不记得你不落到局来，我把他的嘴起来我是。这只气氛在，白不白云里，谁不谁云我，好比谁是老套，结果给你烧定。即使你这样讲，周姑娘的大生是你。哟，应得要背记的，方请真君覆水打上来。不，立刻4个头。罢了，起来啊！什么呢？可知4个头，大礼呀！罢了起来。我替娘可头顶多2个头，娘要弄猜起来，那姑娘到底客气个，都有点有过。在山上批开吧，批是清明节上坟，10个可头声音来听不着个，一批开了嘛，心里想个客气，打病我气质，立起来不必一立，一般受礼。哦，公某大人守在那里，预备应当是立旁的听训。立刻来当法。收了哈配的哇！不是收吧？其实小白盖子装备收起来，别个滴了一点点泥巴装过，一句我不得马上是要立起来讲。现在你2样，市面上想买客气，收来就发客气，预备都是姑娘高手了，收了么收得踏扑个一个月。这个手想不就会往我来夸住啊？这种强调是口上缺乏影响了还我。那手指过来都还不被说不得切的呀，有规矩有手必有说啊。可2个屋的非常松入啊，我们来乖在上吧。压的送上。小的不说法，大理想都是2杯说出来，实力说的实力高。这明文应该西送客人，但是今朝西送东港，最过来嘛。夫娘，用住啊！咦，送上去呢？你现在做过不做工，你不晓得，你现在死掉龙江头呀，送上去啊！小的都是白说，这让最过来。放轻一口送茶来的，送茶来被要监狱了，不能够回来再吃多啊！结果说，姑要不想，东家也老混的，那么讲我大事法事不大好听，多少要吧？谁不在到底再想甚至离不你子多少要的身高中有了你，所以放弃一面孔这多少要面孔嘛，登叫一声多少要。可不今朝想上来着，小的一把不人入了还要，到哪来面孔必备？喂，吃毒呢？说对卷个会啊，春空人不干，味道有点气，再想批开让你气息吧。现在我别讲表面上是个大事，当多客气的。哎呀，都是自己留下了。嘿，不服的啊！哎呀，是他实到我面当就纯的。哎呦，可想来了，还来真正吹人都做瓜，享福了啊！敷衍口目，哎呀，不对哇！放这个比起来好的啦。谁主来想啥分了看实力，已经管好在。今朝我的手得个文章，称话不叫你乖。我总当你要贴起来，嘿嘿，恰恰这样会来得个客气，笑嘻嘻的面孔，叫你这样，比起比特长，所谓你当中有做，你越是干我越是女性，看上去一定不是负一大事，怎么呢？娘的部门，也是幸福是得听口中意，对。哎呀，12这让接应我这
今朝方清堂通知闲话不多，言多必失，一家去，让见我们回家呢。哦哟哟，姑娘，大的那话，哦哟哟，姑娘，12，姑娘，哟，像对里方面对孩子来个，看上去你讲闲话蛮用心，我大还要当心点多。此计一笔，两言之隔，好吃不问，体则好等用功，了义失责，母亲哀喊，不计相口肺相逢，言作莫哪里去了？太房清澈，便不大吃，恰以非别，这恰与我令人叹息。这个那个12娘咦啊，你啥名堂来这家？马门领导享福了，你享福了嘛？你呀，点灯听听我的。那么接下来一位师爷要讲一个老丈人，要拿个农小条去配不那个穷读师爷。各位司马大概是苗金凤，苗金凤哦，搿精彩个。哎，谁读者谁有那个农小条了，去搞不那个穷读诗人谁回来？咁么这位师以何里几位同志来参加呢？有一妹，哦，老年人，对，上月不看见的，对，李金家以前是年纪顶大了，哦，张生77了，那个79子，哦，哎，今天来难得个机会，难得个，都包不动了啊。那么张世军呢，这个以谁回来？咁么前肉菜啥人演？前肉菜嘛，吕平长。哦，夫妻上当。哎，你到那生活里向嘛是真夫妻，台上也比非婚夫妻。哎呦，哦，太多个。哦，咁么现在就有一妹嘛是谁多少？哦，谁多少嘛就是在了门外头听别家嘛有。对，啊，哎，你听别家而且不里向还狗。这两次回来，这两次了。那么现在就欢迎啊。在你3头来个一头苗金凤当中的神凤以后，内容现在么大家在写这个硕士夫妻交代着，你3个人的角色呢分一分，我呢去写读者。张日军同志呢，就是回来；刘文绍同志呢，咸肉菜。我们收药，你呢么收我农，这个么收个女婿。开始么就开始，这个。录制1日天的事，但不要3头模样设定着，路浪向才是谁？水了浪个都要西浪向，从西门到后门啊，这条路浪有一个老了，那浪大石拐角。上，急匆匆，新疆谁读者？人你3个人在，不要再干，为了让3路浪向出皮头，做啥家？因为你里向吃在这个罪，让半月人家8字一活嘛，灯光爱在。心走来么是在，哎呀，唱着舞着，我里想要一个人来海呀，我自家屋里只有一个农小姐，要一个人要来屋里嘛，我来让半月人家困一会，这里都非龙讲的，那么杀节子，
有尽冒风而言，风是动的，还得谁服落在？那么来了啥蓝的，大不蓝？身上这一笔海青来，撩起这个海青，匆匆而言。大本后门家他我第三个是屋里门前一口门，这口间里向有后光灯光，来让门嗡嗡里说出来，显得难困来，这个空不住难，俺住起了我，让我谁来张口。他让高一让门嗡嗡里带里向一张，没喝，靠人分醉了，是个12年小伙子，要里来个目的有2个，一个是为了为之要靠功名，出山过年不肉，公事之本，动身不肉。也们谁都在这个，谁都在答应你，要你到屋里做啥？另一个目的要弄能派把你。里边上眼睛看出来，这个小伙子来日个、哈个、有学问、规矩的，我能搞不里将来有出色个，个来要你到屋里，现在一看啊。但是两高头各开着方袋子，2只可背了，什么如何来？再长一长，哪个做子女了女，好像是有话老师，看看女个，但是个做子女了呢，也这样的老师，有那种讲讲话，何况分龙讲话。这都要听听看了，让讲的上。理想高涨高子半日在，啥个事体嘛，谁都在举这个席位来，要席位就来，一来嘛差不多公事资本，二来嘛也让蔡姑娘看看小伙子啊中意，如果是中意呢，怎么能能配不了席位来？那么蔡姑娘啊中意呢？这哪会得不中意哦？你看见戏回来，人品登阳，终于来日，一配的下来呀，哎，非得认得个，而且还是老乡邻了。自家的娘就是戏回来的老娘，小辰光2家头一代会读些几年书个了呀。所以蔡姑娘随哪吒面前风送不了戏回来嘛，神风定个终身。现在自己在市里面就让等牙走，等不走，忙忙不来嘛。哎呀，像我也是欢喜吃嘴的呀，一直吃得了嘴舌头。有辰光吃在这个嘴，等了把嘴的那个举台上，还会得补一牙体，还会经常发这个家。可是我真是不耍道理的，但是头香红些吃不香欢，一想嘛啥个？但是海里带你摇个到上上去玩玩吧，对的。啊，相公，姑娘，非要分龙家，你的称呼都有个，听我去啊。薛相公，像我家弟弟到之后再不回来，恐怕天下非必回来的了。老先生。不回来了啊！是啊，你可也在我家对双牙去安睡吧。好的，我张婆讲，你能来得个有办法？对吧？我要分走嘛，我一张床空了，还问带人铺嘛，让些胡子空有困。一要不要不是门在起来不真人干。我讲你农姑娘这代子靠人来了我上浪向王子人，另外自家还会在房间里，房门一关过多的时候也还困在，靠人不困，另外还困干，各个法子只有我们农想得出，好改再转下去。西外来什么孤男单女总会发哈啊，姑娘，说是林子红今宵不飞，内身所等天命。我好节在，
哥哥是非但为活文好，而且拼音哥哥费用一个来可里呢，故地不是离呀，离下不成故，为之比一年期间一个单人铺浪上困都不可以，心有受的体谅，可知道是将来问于出世。听我讲，那么蔡姑娘做你的养父做们，啊，做于等体谅子。不过带这么多师姑娘看看嘛，哎，真正是个懒人的小猴子啊！你想呀，我终生已经脱之不离这样，夫妻的名分经定了着，你看你为什么不下日？真正懒人呀！现在是寒冬腊月，冰嘎冰冻，那天火冷得嘞。姑娘子是老家有点阴碎碎，一心更深，黑腿骨像我那边是不眼睛，个里你懂我这个天背不起的。我们姑娘眼睛带走，车子上脚路们，当俺是毛准洗回来脚旁边一放，带你看看们，压身在轰轰脚路吧。可洗回来这个姑娘给我，哎呀好啊！姑娘美意我身感激，色中松开男人心，老先生救我性命。姑娘呢，非得答应只要把我公事资本，连得终身都托给我。这个要奴俩高的是率很高，父女俩为人都有担。那么我也站起啊，我也发奋监督。失败，撒飞身打警察着我命，那个才都把我哄。哎呦，那么你还也懒？就你的姑娘还是内哄吧？啥个的机会嘞？拿着脚路，带自己我慢慢讲，贴过去嘛，做你的我是内哄。这姑娘做你的美。平常你讲我是破烂啥个呀？今朝不知呢哈，一点点不破烂。带你看看嘛，还是内哄吧。所以哪吒讲神就要贴过去，还是内哄。
根本你也特别不去非靠起这，为是内讧。呀，我懒得不眼睛的，你懂我这个不得了呀，为是内讧。那么严明，理想客气，抬来抬去。门外是个谁读者，也是呼吸，也是妒忌。呼吸的里头两高头，声音看得出。谁没妒忌了还？妒忌，谁妒忌了咯？都非要红家龙嘛，哪吒家龙太不难，太不利。我也红家龙嘛，不太不我。太看都太得是干子，说家看都太出一个结果来，双人红。习惯来才这个贴来贴去受伤的。那么姑娘是神仙，才不我红的，跟我非客气在，干嘛用得到？因为啥嘛？叫老乡找个好字呀。现在你里向追来追去，非得好字打什么马印这个字，叫了吧用得到。所以我假如通过来不个啥，土袜子推推推，忙真是靠背枪裆里放一放汗，发至少地嘛嘛打在叫了不了，哎。那个，你的心里的嘞，这个有可当地太高不？太子高不来看呢，弄得七十八十呀。谁读者来了门缝里塞口喝来了，看见小伙子红家路在，哎呀，桃子，哎呀，这个小伙子啊，他老热哇，难看来你自个不晓得个。那上好子特不得个，说了，只为来叫郎向上好子一头露出里向地嘛呀，个上没铺了还了，谁都这样，我只在边上人靠气人高，他桃子露出铺嘛来，一定不肯他，那个小伙子来日不够，顶怪他桃子让铺嘛的。一张嘛铺得里耶，为一张嘛还不想的，铺得难呢。一桌脚嘛大高些的只有5桌脚子里了，里也露出4桌的嘞。哎呀，4桌脚子里红了加了米了，那个为了温女嘞，有什么关？红的你东子了，那让洋子。还是得让我帮门吧，好弄啊！都要走来着，快点开门啊！公安进门是哪个声音啊？眼睛门，哟，李汉日弟弟回来了。是多个人忘了，还是开门啊！哦，要那么这样子，要走来可是我哪吒面就蒙送不了洗回来个自己，不能不了要写的个，你写的在花不呀？是想啊，没哈，我们那家7岁洞里面那上班，小伙子一来嘛，随侬没送白不人讲，要也发脾气。那么我到洗回来讲讲，不来过，要了我的还也听见过，没办法嘛，只能做碎事，做姑娘带针子洗回来。洗回来带针姑娘看看，啥事体啊？去个这里，带里头浪向支持。一年如刚才我送给那个张面巾pom来起了头发上个顶筋刀么了嘿，再对外头支持，意思里我要组长，上岁爷爷，千万不能不让我要晓得，你爱送嘛？洗回来带你点头，有什么子？谁都这样哭好了，好弄啊！想不到那个水师的75啊，那娘都要进来一道哭。呀，吹一个男人的眼睛呆呆里想起。那么讲，那进去怎么开门人俺不走？都要那里门口的风头里呀，非要紧，我有东相公了。东相公啊，老先生，你弄得进去在，我用葫芦在，拿出来开门吧。来呀！哎呀，昨天就5天想不可见人我来。哦，有什么在？东相公，那有点你不起身了。是啊，那要是让先生上好子啊，
那李先生老子哪里晓得呀？是啊。那上好子位置红家路了，他了让灯子的哟。啊，快点路家路贴贴开，这不是为人是女的为人。李先生有身体上了，我的把来苦的了孩子，要紧家路贴贴开，弄啥子弄什么摘啥。最过的门手机他们挨到一看，对身子是多少？老先生，未来有了。为主这，为主这。老先生，你别称呐。来弄错这个，但是我个问题。是。来，请。谁都知道卫生，谁弄门100个多一手啊？对不对嘛？哎，交给大夫去啊。哎，我来要了你手机啊，就来大夫个在。哎，清楚。你弄不到位这里。供养很啊，清楚。来，清楚，我有2、3月我带你弄去的。请那边好弄，药不走来嘛，呱嗒每位服役，药一走来嘛倒进去，离那个水时呢，什么谁看见？现在到少让火气这叫，他听学堂有的叫左大门北边就是市场，先人家叫走开。在里向有可能走开了，鱼在头里好啊地量，这可见能说这个鱼生的，喝那个这米走了，2张水生了盒子里，咕噜了龙小脚，最过来一口，很浓啊。小弟弟回来了。你大宝走来在，你来让做啥家？我在洗屋呀。你那悟空大屋面把屎里呀，一朵朵水啊，本鼻子狗屎在。一口没有害个嘞，那我们10月份办呢，赶紧罗宾刚上面到汤铺里去看是空桶哐当。哎呦，好弄啊！你荒太个怎么？可是没有弄熟子的呀，你弄不是些这个菜单了，弄可不起来。哎呀，你为的要将菜单放一放，今朝我真正昏他个子。别个在家做一些样么分爱。农家们呐，我这一来哭，你要听见我哭么，定破在对。哎，要娘啊，小弟弟半岁就回来，喝醉了醉为呀杀醉风，哎，要救娘啊！一米哭么一米大放给你。这刚说起来我错了还哇，这个民党人叫金钟者。这等我们不通风嘛，你还不错，好牛啊！那一颗么我要是要舒服的，刮来刮去，刮很多年故事的特质，我个药带那份，真这个桩事体是我一都比个好心哦，好牛啊！非那个非靠要出在要当那这后，看见农婆了往街里向，老做花地两了孩子。手了上浪为努丁张之后来琢磨之面孔写这个哪位人很弄啊就碰哪位人自个要不破地少家那当时我今朝吃在之最了困了我说我是特地做来的一个绿地神光让来搭个外头这个人和中共上是都可以些你也是已经到药师的衙门呢，好弄啊！那些人就派去请来没派少，等下你来当不是，懂的都是不任务，高当该不乖，定要紧，人要老实，要规矩，要有学问，定他们这个水人，好弄啊！你忘记他在，你都要是最高我读这个哟。哪配得到读书人虽然的情啊！现在错不到读书人虽然啊，谁与之高之不在？是个到今朝为不高之不，这个光棍虽然啊，在打这样的子，那你都要么让你讲，你如来的那四面头浪向心房，今朝把我敲高。像道具户能得得来一个票护士，也是学问好，也是人规矩。我告是个不高支部的虽然，而且的我实怒俱问，
事业上侬能配不理吗？你不能不答应。哎，你看是半日子哇，你看些猴子哪行了？阿玲呢？阿中医呀，如果中医个嘛，我得来去，这么人不中医嘛，还非70里。所以我特地爱做来个药，你非要粗光不用啊。那么姑娘做你的药，你用不着多费心思，那么你才是的这样。我总是我偷看个这个，咱面前嘛叫送不理着。药老门们内为的伟大，这面孔涨红对人咱们不想。不想不来是quoi？不要想我还晓得哇。哎，有了非有没叫得事业上好子哟。哎有了。非啊，非问我去问的，也不是说答应。哦，湖南外人，不要紧，很多要法子多，我们来把个欧会子本来，是个，你是够苦的中个，有个，你就叫我一声调调，你加上调调不是超人，我们不是说自己来比你哇。是够是你非要改，跟你往嘴上你叫一副清醒，是牙吹，你来上牙吹，很多药就晓得你非要这，哎，来上课来上课，还是掉掉了，还是牙吹啦，哎，掉牙吹，我叫你啊，要你叫我不要来上课。如果要个叫调调，非要个是芽菜，爽泡泡。非要，根本我去外头。哎呦，姑娘做你的每还一张亲自，非不能要去弄下去。那么家族一想么思考要养我出来的，可有啥个内为人？手掌我子面孔长子一想么，弟弟，绝对是你一个人。叶翠，那么我。调么一个，刚刚一来，是芽菜就是非要。我那是个一没一个，一字么是也非要改，个不来是改，一没要到底改，不能够说一了非要改，哎，很弄啊，不舒适，再来，重新来一遍口，还是调了，还是芽菜啊。个姑娘做你的嘛，我简单调2个字么，叫我难为人的了子。那么你听见是快递到外头去，我要当我说闲话了，要吹2个字把你逼出来的呀，我有什么个呀？你是要我多加2声调子了，偏不讲，那么说叫要吹子。哎，来上课娘。要吹。哟，非要，谁对非啊？要吹。哟，非要顶着。哎，可不是嘛，可不是个，可是没办法，都要来这个开通，我绝不播的。一定要听来自个本人同意，你记住石岗说的门都要去围的啊！对，我是晓得个呀，你心里面有个湖南为人，搿上调么要跑用上去，搿上芽菜么要做肥菜，好弄啊！你放心，等了耳听好消息，你都要到来去做媒的。谁读者打出农房给各组党们在课堂里向，怎么讲话？老先生，就怪得请那走，你请是不是？那你祷告是不是对的啊？怎么讲话？哎，刚刚里向这个姑娘娘得里讲讲啊，这个也老不脱个，讲过的。哦，那么你今朝要饭吃了？蒙姑娘要好嘛。好上的了，那么你也晓得部门啊是个规矩的。部门啊的啥规矩啊？怎样啊？你搭个姑娘，对面刚过账，而且呢姑娘屋里吃过饭啊，一定要能配不那个。说的是哪个规矩啊？这个就是部门啊是规矩。那么现在嘛门来，你还要了非要。你要个来叫上岳父大人，你非要个事业上死不得的。来看，哎，搿种派才上去的上去的，那么上岳父大人再点的总管讲了呀，那么就来密讲一声嘛。你起身来嘛，
一直是张面孔追过来，许子们，哟，来，哟，新阳来着。岳父大人在场消息，请岳父大人看一对。好女婿呀，请起。走进岳父大人。是小归是小，这桩事体总是我亲自现在，谁都这是要呼吸的才。那么谁都在呼吸，谁为了呼吸呢？是干样子以为懂得一个高手特说为得不呼吸干，根本牛菜啊呼吸呢，不呼吸嘛哪会得拿着风声不灵，神风令众生，非是三个角色在呼吸，你三个唱诗的也呼吸，我的老师呀。今朝来称之为了听诗的，不一个不呼吸呢，所以老师工作叫春节快乐，加大呼吸。台是唱歌之年要凭我来。那么今朝呢，我一个题目是阴历，东升一步，来特新节，哪特新节？他是张武生一个人，回去了上当，上当，那么伊里们呢听回事了，比我上当了。今朝上当，还要多一个人，还要多一个。我晓得了，知青岛大概。对，人地说大记得，张武生、张医生、知青岛，伊都是四大宿舍三个人。那么大家晓得张武生的哪些叫什么呢？老大，今朝里都是一位啥个师呢？啥个师呢？叫五个黄土行天灵，不会是到墙上应该马上嘛？这个五个黄土行天灵，对，此地假使有一个黄土已经被闹马走了，对啊，就这是五个黄土，对，就黄老师、黄土地、黄阿叔、黄阿叔，一时代个黄土，精彩的，那么听黄土来说，好，是讲师吧。我真两港都不摸不哈，他手港的。那么我呢，这个今年嘛，虚的话，77岁，这个口是口不成，蛮能想。我们哪里？你们中青年，中来年，这中来年，做哪了这个？中来年，阴历，这是我个侄子，不是老侄子啊，还是儿子。这个们呢，中青年在，还是生阴历的，这个是我大子，百姓是不大啊，大的儿子。你，我们智囊乡，不立起来这不是说年纪大了这个抬头，要手两拿，让两个小辈向大家来报一报，都报。那么立起来帮个你吧。乡亲的观众们，祝观众们心情愉快。祝大家让你思想上发福，让你身上上长寿。那么刚子半日天嘛，4分10，这个么是我说事嘛，都说说他两声。那么说就是这个开明日自牛章，让金陵的现在的南京杀往日3年杀哈，那么春节呢，常常来是金殿风骨，后来是。牛下家下大兴火灯，让那宫里下深宫内有等秘密人员，普通老百姓也如此。就是所有国府、商业人、做工的农民，一切才是与民同乐、普天同庆。那场市上神阿的口口是。
望到金陵如神，半天红光。今朝谁要讲嘛来不及，才讲一个人讲，啥人？司马懿、永春里、胡大海问。胡大海呢，真的是广东呢，广东十分明白。广东今朝大清考，请4个广东，那么你4个人都是结婚了，这是4个家的，当然，那谁是这4个老朋友他去弄得来？因为何云龙不给当理事长封公羊，你为了我发功，半夜做鱼呀，做到小点，等到鱼来晓得上当，那么就寻到何云龙的努力，我里个灯谁去弄得来？哎呀，4年文官副将不管个，你叫他认得弄，所以我里想登更多，那所以啊，弄他弄不对了。那所有的灯呢，侪是你自家书记看一看布置，上里面好，一对少匡胤千里送金呀，灯，下头一看，这个上面呢，最后是这个是潘经理，就是西门庆，啊，行，给你来看。胡大爷讲没讲？一语惊醒，可是精神无人，也是讲，送你这个。那现在呢，4杠头2米手，当中一对红蜡烛，搿浪向作为知人家说说了当中，本个是背靠，你来介绍要背知，背个知人。一个当中2米4杠，王胡大海吃嘴吃得起劲的当口。这个老妹啊，哦，这个小毛啊，这个出门就没得区别。我们来赢个9零好，好啊，这样赢法，赢得出进居3倍，好，赢不出你这个呢咋？去哪一碗冷水呢？是啊，所以我去拿得来一大碗冷水往台子当中一放，谁是2块胖肉，砰砰，饮不出，冷水泼入。哎呦，秋气难忙的。这个是规矩。那么发令了，要这个啥啊？我不晓得我，根本是中共呀！也对，哎呀，落地无顺，我大体上没得顺应一样东西，让死者就能够跑，也是一样东西。哎呀，与这句说话没得这桩事体，要晕个，好，赢得出这样，进居3杯，好啊！哪里来呀？这是无水令，无法令还是水令？这个来师傅啊，你先来吧。4个港头收了比了，上水里收的是梅师傅，比浪向是12两币，下水里向木印达是木光，当中吴大海15个港头。你在第一海到梅师傅，梅师傅港头啊，港的深度比较浅的点。一想，哎呦，他们哪个？这一样么子跌到地上也没得声音，可是唯一一只山口是动物里来讲起，要4只才能够白露的，唯一一个句闲话，没个啥事体，他们太想想一想，别了，我说落地无声，一滴水，哦，只是没得声音死主能赢，一只女，一句说话没得这样事情，滚在里生水。对的，说话是一句说话就死要了，但是真正过在里没得水生出来。进去3杯，进去2杯，会顶好啊。这个
来，小毛，你来吧，你肚子里的资格。好，各地小莫因是个眼港头当中后起之水，一座你的妹子，落地无声，一点讲，哎，你这样蛮好，没得说应该啊。四座的银，一只羊。猪羊，4个脚，哎，路斯可里做到上，这王八蛋聪明，路斯可里好做到，让我们地路可里好创新着哇，蛮好，这个算了7万9啊，你说得好，300哈，王八蛋，这个来，这个上了2倍，这个高度高得比你这个，我讲。落地无声，一点错误这样有理出来啊，蛮好啊。始终能引一只红，无理蛮好。是海的老母哎，今天是挺开心啊！是海的老母，有这句说话，现在有这桩事情。哪一个呢？是海的老母。哎呀，是靠这里，王八蛋！这个大魔女来吧。他为莫光是5个港头当中讲的顶级个满，平常辰光身上叫啥一点忘记脱，现在家里还最灵验的是一次。哇呀！我宁可吃这个冷水泼肉哎呀，无趣着我，妹妹叫享用享，你这个。有了，落地无声，一点伤，一点霜，风霜雨心霜，糟啊！哎，没得声音，4座能行，一只张，好，装吧，路头装，有道理，你都知有道理，哎，走路换错旁啊！王八蛋哪想出来？巨龙5朝旁。条条旁最主了嘛，5个旁弄到你身上，2个旁弄到我身上，说话是有这句没得这样事情呀，想不到你们到都有的资格啊！好了，来，大家请进，来喝酒吧。你来了，你来了，我领过啊，水灵，我说不差，讲啊，你们我要说个，你们来说公的呀？你不是就冷水泼肉？是啊，冷水泼肉，想不想狠到没狠的啊？冷水泼入5不穿，落地用水1滴酒啊！哎，我讲过得了哦。你咋醉了？我少先醉，我高粱酒。不，干嘛要哭出来的？落地用水1滴眼泪，都这个事吧，都了一公事了。分家出几个字，这是家园。我讲你这也不对呀，眼里是2滴的，他怎么只有1点呐？一嘴呀，是差一嘴呀！俺上哎，4座能人一对鸡，是这个鸡门听见过啊？这样是一座鸡呢？糟啊，鸡只有2只脚。哎呀，有道理呀！你看看，前面个大鸡刚刚补小鸡，小鸡补出来也是2个脚，那么4只脚还是4座真人一个鸡啊！哦，有这句实话，没有这张事情呢。这个讲啊，这个事体到龙江去了有这句说话嘛，这桩事体，你想想看，你快一点呐！哦哟，他条裤子放，我别放，别放，我千万不要我要放了。也今日侮辱不到，你说的自己收手了。请大名鼎鼎的张三当来。对，张继廷，他是张继国。领带头啊，年纪我顶轻，不，领带头老头当中，你3个人我顶轻。姚一梅79，张洪生77，我76。但是呢，今日让自家看起来，总归是为数好了，啊，唱出来嘛，这些声音在各方面不大对路，不大对路子。那么我现在老想，你个平台啦，
从这个一次或者是你老水长这个几篇制作，更加使得你每一个人欣赏。随便拿一句话来讲，你老水长是出人出事最真了。这句话是对你平台。出人出事，我们是对你说事，说事。出人出戏啊，出人在各个节中，我可才打得了。老水长不是光关心平台，是你整个比文艺家可以说才关心的。批评文章，几乎自由。最后提醒，刚到你平台也有心理也把了过去也办得到，全社会也办得到。昨天有两老听可晓得，全社会年纪顶到也有了，到40岁到50岁，就不能上的，54岁的事。国王帮先生杨丽清还是48岁，挑人全社会啊，过分了！你真讲，搞好张洪生老师、姚一梅老师的口口，不能实力爸爸讲不出新人对手吧？啊，你包括我娃呀，我自告诉。今天我口上报上一篇消息，你于正飞老先生83岁，我看得了心里想美，83岁，听众们，现在的附带告别，我呢还要差不多，我总归抓起我都不是抓石头了，哎呀70几岁告别上说不起，我说不是。说呢，不是你告别嘛，错了。啊，可以。再倾听你共鸣。50年来，口用功，飞机红石，雨花龙。哈哈哈哈！相公人民，今你监督四事，每逢大考之际，进京各考。我做啦，考自身一大半载，这个一口，不知还有希望个嘞，对地心为分类，口口的地心一口，呀，一口不口见对公，早上街里还是一个读书相公，让世声朗朗，哈哈哈哈！神兄啊，对公上人，神师美，真正顾客，介绍你来考啊，顶顶要顶，当听。考上里有点上糊涂劲，门来拜张三阳是你考上你不起的呀，要不是啊？你们都对过往给予为神兵了，相公山东济南人，你考自身一道半载，现在一毛嘛，各位老相公对过往给你来个，位全是新人家，所以打过来嘛叫一声哟。这位莫大谁是忠兄嘛？我把你的功一招，还是新人，哈哈哈！忠兄太夫子，双是师妹，是翁世纪强的师，妹是两九姐妹的妹呀，真叫得到啊！呀，记了呀，不记得，亲家太夫。我啊，病的一身那个病啊！哎呀，好娘！
请坐，请哎，请坐。哎呀，沈兄还是来过客官。是啊，俺来自几道人家。出美的，考个中医来几道，我是给的一次随便考中医的。从此啊，第一道，顺便想第一道是中，这个毕业后呢，他得了个，我考只是2道半的。哦，沈兄还是识相门的。哎呦，不你个绝我一门啦，对头首先，傻皮嘛，我你穷的呀，真是没想法，大到外头讲闲话呀，鸡毛别色，说的稍微光边想的啊，真凶，沈兄啊，那。家本是举世相，谁做一人手挽担。不太咱两袖清风扶他佛，这与今世收拾香，都是刚7岁多文章，空虚海川，此非别故乡，给他大鼻梁，给女此非金榜题名新思想，他用中央做正门将，给考谁在此一句了，谁就这个意思？你在文章之上，相比于一番口供了。身边的少年去门里那文章啊，活个功夫，老老眼里也要得着。哎，沈兄啊，父母难睡啊，我娘头鼻里出来。两招叫啥子的？我脑袋只管西不随读书的，做做啦啦，多自己生意多。本人们生意有差，20年有差，哎，沈兄啊。飞到天明，一起烧，趁机里我道理活该，我发过我机里真是到得来何日家。忙几次送羊年，冬季里么晓得个文章
动我家，要是不让我认凶，3年一次大考，农经考子是你大不在。哎呀，哪有个不大的了？不吃什么？不次没有一次农经考了。到此半路上都是饭店的上宾菜。等等，毛病好嘛，考已经够个了。听听我打。那么接下来呢是再有一个节目了，啥个节目？是我新定分拨。里向有一个五哈子啊，还有一个丫头，还有一个丫头。今朝是蒋玉贤、江文来2位同志演出。那么今朝你来说的是分拨，因为你这个唱嘛，两高的嗓子在上装不好。说起来嘛，音量轻，那么有2首你都唱还在轻么说轻音乐的，那么为说了一两晓得了，说么说譬如2只书具啦那么的，那么啥种的老师，因为新年里向嘛，那啥个欧当人娘了，听当的吃了弄得哭出了嘛，难得是为不是。说京东娘娘请一个胡哈子到屋里向来凄苦了寿命，那个男人金官生出妻子发手了，发现到了外地凶吉日，那么请个哈子来，要寿命分拨，门门凶吉。这个哈子姓胡，叫胡忠贤，好像生意好的辰光，一个人唔白我讲。好铁口，好保险，样样好。所有的嘛泡为的参汤，用为的锅儿身上，小口30了嘛，大口70年呀。批名士们我要爬台了，我要开玉门那个做花队，谁家空心外呀？但还一不灵马上不灵。现在弄得来一塌糊涂，身上下狼狈不可，生意一落千丈。今朝请个初一天气活热了，头浪向戴一顶叫风巾，4只骨把了老虫外头的，东南西北风侪吹得进的，叫风巾。这寿命总归是先生了，但你从这14还是先生，这个上门当中要抓一点。实际穷，有时稀少害情，花头个然后你用纸头盖起来的，叫纸盖害情，趁你都这样。搿打水一身衣裳裤是要脱下来的，搿双鞋子不跟，马门不低，经过背得上搭个长筒丝马上，一只叶子，水里向拿一根竹头叫名上啊，搿个哈子拿竹头当眼睛用的，这样子。今子金家里的门是苦头7桌，有点大得个嘛有呢，看见哈子侪在专营的。还有一种人专门去寻哈子开心，要出力个洋相，哈先生在外国头浪向个快上得一塌糊涂。门上最亲拿里领得个他中门跟随，一口里向个丫头出来叫五花了。那么晓得京东娘娘怕五花来拿里领进去了，拿个明上头这种五花手里向一种嘛，这个大块头最亲出去，哈子也不晓得，连牛当子最亲的，最叫哈子。多少？这哦哟，起码哈子侪够开，也晓得了。生意好的请来7点钟还是要多少啊？反正俺应生我娘不做心的，多少啊？侯先生，一听个女话，多少啊？你拿这个买那个快递做得出来啊？搿阵子个喉咙哪副破医师相大不懂啊？是搿阵子喉咙家。我呀，你啊？哎，你说呢？还是我声音你也听不出噻？眼睛没不灵，就说鼻息没别个哪里不要听出来了？你告诉我，你也不要听。老乡邻五花妹子，哎，
不得听起来着呢。妹子是你啊？能呀？那你要理解大家。那娘娘关着我领来进去呀？多少年？是几十万？最近发哪里啊？大头去吃半日菜。出气咋？哎，15块的。啥价？已经应声了呀。应声了呀？你看俺过头那个快呢？你看呀？哎呀呀！你都上了还是？你理出了黑哇？哦，你来领我。哎，我领你呀。我是来想那个是我定心菜。哦哟，妹子上有几多啊？上有不提在。哎，你想好啊？哎，没看你身体还棒。哦哟，你现在人是上不来，上有不可只是不知哪咋个上个了啊？胡先生，你今天眼睛看的咋？今天眼睛是哪是一点点不来噻？干嘛先等我上帝去讲？那从前你打我讲闲话的辰光了，那个声音都让我一眼眼的。现在那个声音已经是自我最高的。哦，听声音听。哎，那么上有不看见么？那中上帝了。我记得上有文看见了，你耳朵都在中发了闲话。就是我那绿茶包来他没讲闲话是。我也上来，等着不讲就等吧是。等我哪是来？哦哟，你来领我，蛮好蛮好。是呀。我要来香菱菜。哎，先生，你跟我来啊？来走啊。哎，那当然最给他白龙里嘛。蛮好蛮好。先生二弟。不要紧的。啊。你两下子他的。哎，你总该看不起。来浪费我也不客气。是呀。哎。先生，你生意还办？生意啊。哎。你哪门得出的？那哈。你看我脚浪向和上马娘来看呢。这是胖歪歪里头。哎呀，老早子洗毛的了，哪了？哎，我本来生意是兴隆啊，一零啊，只为离你们缘不通。我是是个真财运。我说跟我给钱发财哇？发财啊？真财运呀！发，我说发得来。啊！弄得一江湖头么三当空。哎呀，发着哇！哎，别人家叫陈寿明。五郎中。对对。去的是东山峰。是吧？各有节日不行哈，非我去马用。别客气，你先生来想说明真乖。哎，这说啥个？这说啥？你不要叫你后天看了后半生吧？恭喜没有啥个后半生。当然。我们都这样个强调嘛。我不穷，我实在穷。虽然黄金么也比多。哎呀，错嘞！我不穷么实在穷啊，一零啊。他比把他的那身量不疯。哎呀，我怎么办得这个呢？他浪向不疯。可是别让后费取下来噻。谁疯子？咦，我不穷么真的穷。众人当中是祖宗。哦，先生。付出心肝。那。你老子我比你玩。那了。你怎么做怎么人？那怎么来做中？多么穷人呀！哎。啊是。哦，我是做那个做中啊。是嘞。你是穷人的。不难讲。你等到金家里风吹不上，雨多不上，这个真正你山当高上想出那个五花子，你给他高于为光着那是，哪能真说得出来呢？哎呀，祖宗吃人高位呀！哎呀，好这好是啊。大嫂。啊，稍等好。不是一听。啊。门开。我打第一来想你，你这个来嘛，我不追多。啊。对面最近刚刚在海里自家哭出口气。哎。我领过来嘛，我打一脚踢得来，痛得来。你海啥美的呀？中国呀。先生。当心啊！那，给他开边上上。没好。一直把他坐起上。哎，明早呢，把他包底，弄起来便当的。中国要来乡人。你说不是啊？啊。好了，现在别说，不能吃。别。啊。啥个一来嘛，就吃茶了啥？茶总要吃一口吧。多种人家嘛，就是欲说不欲说。别呀！啊别个。别个。你等着，我先来个。俺看中国人认得。是呀。一来就是吃茶菜。等一下。来乡邻呀。红花县的花喜红茶也很，茶叶也一头不得。隔壁红茶拍得滴滴浓嘛，发是喝的菜，拿出来茶几上一放，
陆先生，苏来在。小张呢？生日活动吧？哎呦，总归要来相邻。别客气。孩子做那个独立路上了，独臂办法子百姓者。今天转让点心不吃，说你压力分吃，说你中浪吃的不做他们现在说么就说着，总归有点么是恶气吧，我不得来。不好，这可以说恶气了，大概要在港口的了。你肚里向两点外容的，我妻子腿在那等，吃得饱个么子唔饱嘞，请你吃药。这两个老外个腿，这种好哈子的，白玉郎说上去就合同了，噔噔，两什么哈子中间，哎呦妈妈再分开出来。吴先生，这是啊，吴先生，这是吴先生，这是来，吴先生啊，这是斗理通。斗理通啊？哎，那是上天路的斗理通个家。斗理通才是说啥呢？啊？副委预先刚要来封花心的部位。我刚等过哪子了？吴先生，你那男人告诉我们，啥个女人病章？那个专门病男女侪要上的。吴先生那位是性病了，那是两难病章。这个阿叔这个疾病复发了。哦，刚才讲来今年发嘛，吴先生，你老婆里想通起来嘛？还说对方吃啥子啥个么子下去嘛？我都不通的你。这个啥么子吃下去嘛，会得不通啊？子。就这个种吃得饱么子下去了，谁会得通了？吴先生，你哪斗理龙啊？你这个。斗理龙啊！开2碗肉面，一碗5花，1碗7皮。刚刚一吃，王林老爸爸来说娘娘喊我努力够带买，2碗面300来往吃过。我那斗理龙，对，吴先生，你不在地去了哪？过去哪了？过去也来得及了。要不我去弄给你吃吧？你去弄啊？我的地上不能吃。别，别个呀？别个呀？啊别个？你扔个呀？别，你外头过。你稍微坐下啊。你稍微快点，快点。今家里侪一人的呀，同人家，一只盘，40盆子，叮叮当当的拿大给他不谁听嘛，茶几上一放。陆先生，别子啊，新来在谁了盆子里？茶几上下来，自家我点吃吧。在这的，好。孩子听见声音已经好了，叮叮当当当叮，我说哎呀，吃完了那个，吃不透个啥什么事。哎，自家摸着吧，4大盆子包哈。西瓜子，豆苹果吃西瓜子。哼，熏青的，地不地海外。关于我也不哭了，你想我有我来不及个，你想要抢救了还不来噻。第4大盆子。哎呀，俺多听见，得特个，哎，俺多听见不着，吃死啊！不，哎，妹子啊，你做啥么子呀？俺多了嘴里人不个讲。先生，这咱们这里像是牛奶片呀。牛奶片？妹子啊，这种牛奶片是娘娘们都小爱姑子刚刚一起。有吃吃皮肤吃，我时常吃的吃牛奶片，吃个2袋也差不多。胡先生，这个意思里你也吃得饱的？啥个意思里？家都比我们中国吃得饱个么子？我们来稍微等些。那好了。现在家在。你要叫妹子读书的期间。偏见是同地嘛，豆子牛娘豆子。牛豆子。哎呦，鼻子嘛是下薄。娘嘛来得个大。据说了工地的新娘一百套，妹子啊，这刚才那边刚子呀，你这个谁哭啥的，那边刚子呀你啊。这一下，我来先口，驾驶员马上我帮你吃。做青鱼的那边驾驶那个之后的。你等下4只盆子水做他们红花眼睛在厨房盖的，开火锅盖一口嘛，切着，火高浪为一盆，3只当鸡，一只去顶，4只下去差不多。盆子拿出来，吹上块，
一大路白龙里想出来，白龙里个风来得个头，个头子把那风一吹，外头就只人哭着，外头不日子，不过里向的汤了，还是飞滚发烫。我大过谁听，手机上一放，老先生，妹子啊，你吃不过呢？哪了？为啥一盆四只的啦？俺说不多噻。哪多些呢？哪没么娘？那，快拿！哦哟，为快了个哦哟，还是一模嘛，不是虚的啊，因为不马懂的是高清，一张头子像3个人的绝对这样一个，这个4张我去总差不多，心里开心，又伤了还，干了嘛，也进去了，哎，总归要是家人有的帮忙的。刚一我要离5岁上去，也不答应你，你请过去的，你按年上碰到这主人面前。我让你的牙，这天身体还好着。我也贴头子的想着牙齿。你都来个子？嘿，没好吧？哦，没好了呀。你都要么欢喜吃粥呀？是呀。是啦。那么我已经确定一个，你最好吃的。这个年纪大还要身体去行的呀。对呗。那么你听着我我们现在搞起的。我都听那个。哎，怎么好闲话都懂了？现在个就一讲你这个身体来得个好。真的。那么就这个好。自家老让金家里，我要想到你都要。所以乡邻才要叫你骗女婿的，对不对？没没好没好啊！你放心吧啊！那点心子。哎，你等那给他，你放心哈。哎，放心啊。哎。喂，侯先生。你看娘，今天带你找阿三我家。娘来吃，爸说的娘来吃。人多娘嘛，当多来个嘛，为自己吃酒吧。是呀。是啦，那么现在夫妻怎么差的上呢？夫妻啥？来得个好。哎呦，还不这个。那么你乡邻本来挺乖的，隔壁不是怪冰冰棒棒棒冰。你真香。这个现在生养不嘛，你打好着呀。哪来？那年纪在大的到底哪来？是个菜辈子来着。那么过去大家去抠门，我是分期了。你去啥把去的？哎，我去嘛，这他这个老子。但一看多老夫妻来这个哩。没好了还。哎呦，阿弥陀佛，真个。讲人家么是要这个武气去。是呀，好气生的呀。是当铁路的手上的。哎。没好。没好来的。还是有良心的。哎，谁想着？是呀，一阵气。真心啊。哎，放心啊。哎。吴先生。哎，你个阿狗，现在做啥鸭婆去着？对面阿狗来着。那所以爷娘要紧了。哎。这个上梁不怎么下梁花。是为现在老夫妻一样好门大瓜比好的。真的。动力不动。哎呦。中山我补给。是。地地上去。哎呦，没好。不是啥个东西来，西去其实那三家不好。是呀。那这个么真正叫家务凡事兴。哎，对。你不讲人家是将来有将来了。那分噻噻。你放心啊。哎，那能够放心噻。等下啊。哎。吴先生。我不要说鸡蛋，我不要说。啥听你讲讲？哪听你？啊？哪听你搬到主人面前吴先生么？哪听你呢？哎呀，我那先生你让我吃豆子呢嘛，记得了噻。你啥子样的？你抠个伢子要吃豆子？我先生来，吃吧。来讲。你吃死了我讲。我拿你讲好，起来吃。你吃吧。不，你讲。我不讲噻。我这边呢不来噻。我吃。反正我听你也吴先生的。不讲噻哟。啊，不跟，吃不让我吃的。啊。我不我的。双阴几个呢？哪有个种人？我分享着呀。吃吧啊，对。不跟。是吃这玩意哟。我听你也吴先生的。不在哟。那不吴先生的。不在呀，你吃呢？怎么我要吃着？真的呀，是的也是的。我真的要吃个。我那个你啥搞的吃呢？吃着。还是吃吧啊。还是想吃吧，没啥病的噻。不就真要吴先生们来弄你那哈？张纸一张了，豆子往这里腾一声，塞进去了。你要吃那个张纸，哎呀，明龙来的。
一干了，不晓得这个头子个鼻子小小不会，外头们发烫，里向个把汤是飞滚发烫，不能一他们鼻子抽脱的，而且抽的一枚水枪带那个喉咙里，往里向去，这把汤大概10弄上也要照着你喉咙去。而且有个么子得了，是烧在烧不得，哈子这个一通不通的，而且把再分开出来，这里像怕有这样。哎呦，先生，哦，先生，先生，哦，先生，后子，后子，先生，我在家。哦，喉咙去后吧。那喉咙还没后噻。哎呦，哎呦，对面子。哦，痛的噻。哎呦，我分吃的不离心啊，一看。哎呦，先生你没地这个呀。哎呦，对面子。心疼这个呢。哎呀。哦哟，人家本来好得啥个。你到时候打下来嘛，这个头子扭到开里了。不晓得不是一听呼噜的到8日去，8日去看到头子嘛，当时听力去了，到8日去抽过来的。啊哦，对面鬼，好是好是。你到时候捡起来嘛，烫的让逼布了，比里向不成里头噻。这是哪个红子？这是红子。逼布了，红子。逼布了，哪里红子在家？去踢嘛。到时候看到儿子一点点，百姓了啊！哎呦，百姓了，红子！百姓了哪红？哎呦，吃大萝莉，摔大萝莉吃不行。你百姓的啊！哎呦，那是中国红烧吃杯子，哎呦！那是吃人明白？我不要吃的，不要吃的，我不要吃的。吃的，好先生。我不要吃的。哎呦，先生。你不吃带东西说明什么东西呀？为了说明啊。那么整个精神无数啊！不是在为人家打来大场嘛，大场不？哦。那么。下来呢，是要请大家来小模子了。小模子哇！哎，用啥个颜色讲？那么拿小模嘛，那么我那里想了，上头个精彩节目呢，下头再来这样1档2档嘛，不来个吃。那么用啥个办法？那么还是让你前头个同志，男女、中年、青年，统统上来为大家唱一只小唱。哦，大合唱。哎，大合唱。哎，因为集体参加个大合唱。对个。实际上你来歌调歌颂境界来，随口你该当节目。成长。